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，敢若允准未生翁仔某会当去做人工生囝，不过细则无包含着同性恋所组成的家庭。民间团体伫今仔日甲立委伫咧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希望会当赶紧推动修法，互查某同性恋的家庭会当伫台湾有合法的人工生囝。规岛顶的药仔拢是接受人工生殖所需要，林小姐甲伊的牵手是要有囡仔，外伫台湾敢若允准不孕夫妻做人工生殖手术，只好到干部节做手术。另一个同性家庭的何小姐是选择到日本做手术，讲到这段过去因着拿后甜。我取完卵之后回来6天就直接送急诊，抽出900cc的腹水，因为我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。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。去年更听到有不孕症夫妻，台湾的异性恋不孕症夫妻可以享有人工生殖补助。说实话，补助我不敢想，我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之后如果我们要做试管婴儿，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国家。林小姐表示，伊伫干部节进行的手术，全部的费用差不多是100多万。何小姐伫日本接受2摆的人工生殖手术，总共嘛爱200万。若是到美国，虽然1摆是30万，但是加上交通、居住等等费用，嘛爱100万左右，比伫台湾做1摆17万左右，实在是差真多。在现有的这个人工生殖法里面，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只要妻有子宫，就包含是女同志的配偶，其中一方的妻有子宫，其实它就符合现在人工生殖法的规范，它不需要去做大幅度的修改。民间团体表示，目前敢若允准不孕夫妻会使接受子宫婴仔的手术。等咧甲立委推动修法，将女同性恋家庭嘛列入允准名单。郭建树表示，因为正反意见真多，也搁伫咧寻求共识。男同性恋家庭的部分，民间团体表示，因为牵涉到代理孕妇等等议题，影响层面搁较宽，又搁咧参各界沟通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